次带他来 7， 他刚进来的时候一直爬起来，一直爬起来，紧张嘛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坐在旁边啊，那个人也是很危险。他现在过了大概5分钟以后，他比较稍微放松，尾巴也露出来了。刚开始进来尾巴是夹着，所以让他接触一下这个人类的平常常去的环境，这个给他适应。当然他紧张一直想要爬起来，我都会给他制止，叫他再卧倒。而你卧倒都没事，都很安全。Good。下去，你看，轻而易举，这个还蛮高的，又跳下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再一次哦，来上去，上去 ，yes， 弹跳很强啊，下来，你看。